我第二次进神秘院就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一个人，其实那个人虚构的，说什么要给我送钱。不是，我哥哥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我哥哥在哪。然后说什么给我换了现金啊，他们就所有人打配合，群里面所有人打配合，就让我以为那个人是真的。多少钱？我哥哥拿了一堆现金过来，你看，在哪里？我没看到的呀，我啷个？妈，好好啊，那个人真的是，我牙疼。买衣服穿起。你们在哪里嘛？喂。哎呀，我牙说了，我真的受不起呀！我这儿给你跪倒，真的。关系一下过。你那是直播哟，那是啥子？不是这。我那边有卖烟花的。摸着地上，有没有喝水？莫拉我，莫爱我能量太大了，你受不住。坐后面，坐后面。啊。那哥哥到哪儿去了？你晓得？那我哥哥到哪儿去了？你晓得？马上，5分钟之内到，5分钟之内到。快点啊，踩！那是哪里？交头！你要跟我说嘛你哦？走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！你知不知道他有多有能力？他反正急需要看医生了，他不看医生不行。他在外面谁也控制不了，就担心他就这样直接他哪里都敢，你看到没？你看刚才哪儿不敢弄他？你把他放到外头，每时每刻都有危险。我的意思是，警察他会管，他会把他也像上次的上海，他把他送回走，或者警察联系哪个医院，你看他们要得离医院的车来接。我们控制不了他，所以我想我求助你们帮我送一下，可以不嘛？只是说他不认家人，连朋友也没得办法那个。我还有就鼓捣送，只有强制性送起去，必须要送起去。那个我们那边给我弄药水袋给他捆起，看你们那边家人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。又不吃饭，又不睡觉，真的浑身都是毛病，不光是精神。